我對押韻嘅追求就係希望喺現實嘅生活同媽媽都可以有唐伯虎大戰對穿腸呢個級數嘅交流，但係我一直都未啟發到媽媽嘅押韻潛力同埋興趣。我平時對佢使出嘅 punchline 簡直係對牛彈琴，單字押撐班坑關山冇用。雙字押曉婷小明表情嬌型，對方竟然使出領域展開將我所有嘅押韻隔絕。三字押冇分裂冇分別冇分結，改寫今年嘅母親節，送你醒腦配方 Brain Booster 西洋參黃芪紅景天五味子結合成獨家基礎配方保活素同埋 Life Omega 早油 DHA。氣場唔同咗，感受到媽媽啟動咗大腦細胞活力，無論係 groove 定係佢學習押韻嘅反應同埋思考力，開始進入另一個層次。這個時候我說了一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總是求繽紛，晏啲就落筆。太瀟灑，竟然喺半秒裏邊使出 AB 跳押，打破呢句曹植七步詩。今個母親節，我徹底認輸，好幸福，天然科研，幸福依樣。